老婆，这批蛙下山卖的不错，净赚300万。按当初说的，怎么也能分20-30万，咱腰板终于能挺直了。不说了，金宝算账回来了。姐夫，我发财了，这批蛙净赚300万。来，这是你的钱。5万，2年前借你5万，现在还你5万，没毛病。怎么是借？当初你说你钱不够，要我拿5万块钱入伙，那肯定是你听错了。5万块就想入伙，想啥呢？姐夫，我想用我家那片林地养林蛙，但是我没钱。你拿5万就当入伙了，挣钱我分你一半，行不？喝水。小梦，你把存折上的4万取出来，剩下的1万我去借。金宝，你放心大胆干，赔了算我的，赚钱你看着分就行。姐夫，你放1万个心，挣了钱我们对半分。这1年，我吃住都在养殖场，一边照料林蛙，一边摸索取油技术，终于培育出品质上乘的林蛙，产出极品林蛙油，引得收购商争相高价收购。行，就当我听错了。那我2年工钱怎么算？你就给我喂喂蛙，这活长手就能干，你还好意思要钱？我看你是我姐夫，管你吃管你住，还让你学技术，我还没向你要钱呢。孙金宝，做人要讲良心。我在你这养殖场干了整整2年，繁殖喂料管护。行了，我最烦你磨磨唧唧的样。这样，我给你1个月开1000块，给我新招的大学生打下手。1000？不满意？哼，这1000还是看在我姐的面上才愿意拉你一把。我不干。不干正好，我还省下了，以后你别求我回来。老板，大棚怎么租1年3万，不讲价。租了，现在就签合同。孙金宝，你不是觉得我这身本事不值钱吗？那我就用这身本事把林蛙养出来，把你这口气原原本本的还回去。强子，我刘洋，你手里有钱吗？借我2万，再说急用，最多半年还我2万吗？你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还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，这次我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要想保证蛙油质量，必须保证水源充足，水质好，再加上我特制的饵料黄粉虫。刘洋，听说你不和你小舅子干了，自己租了大棚要养蛙，这不胡闹吗？你会养吗？别把你爸妈棺材本赔进去。小刘啊，养林蛙可不是简单的事，一个养不好，你家底都得赔进去，不如跟着你小舅子干，旱涝保收。哎，听说你小舅子这次赚了300来万，他给你开多少钱啊？姐夫，我听说对面大棚让你租下来了，你疯了吧？我给你5万块钱，是让你带着我姐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不是让你打水漂的。5万，老刘家这是出了个败家子儿啊！人家金宝赚了钱，心疼姐姐，全被这败家子儿糟蹋了。小梦跟了这种人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呀！赔了我认。杨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那是5万块钱，不是500。你挺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如你小舅子稳重呢？怪不得人家能发财。都是小钱，我这次准备孵化5倍蛙苗，等这批成熟，又是几百万入账。姐夫，到时候你要是赔的吃不起饭，还可以来帮我。金宝仁义啊，不像有的人看你发财就眼红。我一定要养出最好的蛙，到那时候，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林蛙油的品质决定一切，水温差1度，蛙油品质差1档，饲料差1味，出油率低1成。
孙金宝，你以为养林蛙就是把幼蛙扔进水里？没有我的技术，你那些蛙一只都别想卖出价。阿阳，你回来了，赶紧坐下吃饭吧。是不是金宝把钱分给你们了？他今年赚了300多万呢，分了多少？有150万吗？毕竟是金宝提出来的主意，他拿大头是应该的。那有100万吗？当初他自己说对半分，现在100万都没有，他到底分了多少？50万也行，反正以后还能分钱，积少成多。5万是还咱们当初的借款，养殖场的利润跟咱们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当初他不是这么说的，要不是他说合伙，你能这么卖命的干？这不是金宝他怎么能这样呢？白脸王，我去找他。别去了，闹也没用。你是他姐夫，他怎么连自家人都坑啊？行了，这2年就当杨子帮衬小舅子了。以后没有以后了。我用这5万在金宝对面租了个养殖场，还借了4万块，全投进去了，万一赔了，赔了就赔了。杨子，爸知道你心里有成算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好好干。还缺钱不？还差3万。有了这3万，我就能把水质过滤系统换成最好的，存活率至少能提30%。这里面有2万5，你先拿去，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。爸妈，这你和我妈攒了一辈子的钱，我不能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附近打零工攒的，钱不多，只有6328元，你拿去用吧。我以为你不支持。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大不了失败了我们就去打工。不过，我相信我男人。爸妈，小梦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我要让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，一个个都闭上嘴。养蛙最重要的就是育肥期的存活率，稍有不慎，死亡率能到50%以上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水质、水温、饲料一样都弥补不得。体重达标，健康状况良好，油脂积累充分。最关键的育肥期过去了，就等着秋季取油出货了。姐夫，你说你拿着5万块钱出去潇洒快活一下多好，非要学我。现在好了，欠一屁股债，还没少受累。还行，以前在你那儿也是这些活，现在给自己干还轻松一些，累了就歇一会儿，也没人看不过去，硬给我找活干。我也是为你好，人呐，要认清自己。你不是养林蛙这块料，别幻想一夜暴富，踏实回去种地，比什么都强。对了，明天我请了几个收购商吃饭，你带着我姐和叔婶一起来。不了，养殖场走不开。我那么大个养殖场都没说走不开，你这才养几个娃？姐夫，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行，我去。这才对嘛！明天中午镇上最好的吉顺发酒店，别迟到啊！这是想踩着我挣脱他的足光。别迟到啊！尽管得意吧，等你这批林蛙开始取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笑不出来了。何老板，你上一批林蛙是真不错，
雌蛙个个都3两以上，这批一定先给我留着啊。好说，不过这价格，哎，只要品质和上一批一样，价格不是问题。500一斤我也要。哎呀，姐、姐夫、叔婶儿，你们可来了！你们先坐这儿。亲家，你们这穿的也太朴素了。哎，咱们这大岁数了，过得好不好都看儿女有没有出息。我女儿嫁给你们刘洋是不指望了，还好金宝有出息又孝顺。喏，挣钱了非要给我买金首饰，光这一个大金镯子就8万8，一个镯子就小10万，这全身加起来不得几十万。别说咱们村儿，就是镇里也没有比你更有福气的了。俗话说，儿子有出息，老子腰膀硬。金宝妈、金宝爸，以后这10里8乡，谁不得高看你们2位一眼啊？刘叔、刘婶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金宝有出息。刘洋，你怎么不给你爸妈还有小梦买身好点的衣服？村里无保护，哼，都比你们一家穿得好。说啥呢？这么热闹？夸我养了个好大儿，能挣钱又孝顺。金宝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也拉扯你姐夫一下，省得连身好衣服都穿不上，给咱丢人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这人大家都知道，大方，从不亏待给我干活的人。20万，肯定是给你的。金宝还是念着你的好。难道我错怪他了？有请我的大功臣登场。志斌，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花大价钱雇的技术员，还是大学生呢。来，志斌，这是20万块钱奖金。谢谢孙总，之前的养殖方法太糙了，太不专业。我准备增大养殖密度，降低饲料成本，保证能把收益做到之前的2到3倍。好，不愧是大学生，真是1分钱1分货，真能做到。到时候奖金也翻倍。增大养殖密度，降低饲料成本，这么搞下去，林蛙不得病才怪。不出2个月，烂皮病就得爆发。姐夫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不会以为我说的功臣是你吧？该不会真以为说的是他吧？他一个高中毕业的，能跟大学生比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人家金宝能把他当回事儿。孙金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刘洋在你养殖场累死累活干了2年，别说奖金，你连1分工钱都没给他，他才来多久，你就给他20万奖金，你这是看不起谁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刘洋能跟大学生比吗？小梦，你爸说的对，你看看你嫁的什么人，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，给金宝打下手都打不明白，还有脸来争功？亲家，你们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？嫌实话难听啊？谁让你家刘洋不争气，活该让人看不起。既然爸妈嫌我丢人，那我们就不在这儿碍眼。姐夫、叔婶儿，你们别生气，我爸妈那是替我姐夫着急，他啥都不懂，看我挣钱了，非要拿着我给他的5万块，又借了一屁股债学我养林蛙，这不胡闹吗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就你这脑子，给金宝打下手都打不明白，还养林蛙，借了一屁股债，你是要把我闺女坑死啊？亲家母，杨子的蛙还没卖呢，你凭什么认定他会赔？你儿子什么德行你不知道，他就没那发财的命。行了，谁让我倒霉把女儿嫁给你们老刘家了？刘洋，趁早把你那养殖场关了，以后还跟着金宝干。就是，你小舅子虽然给钱给的少，但起码不用你往里搭钱。你别瞎折腾了。姐夫，实在不行，你还来我这儿吧，以后你就给志斌打下手，清理清理蛙粪。看看大鹏，我一天给你80。你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对我的蛙有信心。酒我喝完了，养殖场还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
爸妈，走吧。这刘洋真是不知好歹，他那一屁股债，看他怎么还。三叔三婶这是造啥孽了？摊上这么个败家子儿。暂且让他得意一段时间。孙金宝这批林蛙到了最关键的育肥期，没有我及时调整饲料和控制水温，他这批蛙得死一大半。别说赚钱，挣的这300万都要亏进去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今天让你们跟着受委屈了。受一时委屈不算什么，杨子，爸妈相信你，一定能养好蛙。等你挣了钱，我们就扬眉吐气了。最多1个月，林蛙取油出货，我要让所有人都不敢再看轻咱们。我们相信你。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，这药好用吗？孙总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请教了 AI， 我大学老师，他说大养殖场都用这个药。老天保佑，阿爷给的意见一定要靠谱点。好不容易碰见一个人傻钱多的老板，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。孙总，你看有用。还得是大学生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去城里应酬。后天早上我和收购商一起过来，我来之前你把这边收拾一下。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姐夫，还得是大学生厉害，蛙刚出一点问题，一点药下去，立马活蹦乱跳，不像你之前又是消毒又是隔离，好几个月蛙才收了好几两。幸好当初开了你，请了大学生。姐夫，之前让你回来你不来，以后你想回来得跪下求我。抗生素。抗生素对烂皮病没效果，只会让情况更糟。不出3天，整个养殖场的蛙都得死。喂，张总，车在路上，一会儿就到啊。放心，这些蛙都给你留着。这个味道。姐夫，你这些残次品还没卖出去呢，我的收购商可是全来了。要不一会儿让各位老板看看，顺便把你的货收下算了。不，孙老板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但我这不是什么垃圾都收，我只要和你上一批同品质的精品林蛙。没错，孙老板，我们只认准你养殖场的蛙，他的白给我都不要。听说他这批林蛙油能卖400多万，人家就是有本事。你看他姐夫折腾1年了，白给人家都不要。还是金宝有能力啊，给老孙家光宗耀祖喽！不像刘洋，只会给老刘家丢人。姐夫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你不争气呀！各位老板，别跟他浪费时间了，走看货去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好像是蛙死了腐烂的味道。姐夫，该不会是你的蛙死了吧？早跟你说了，养林蛙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赶紧把死蛙处理，一股味儿，别熏到各位老板。天哪，什么味儿啊？好像啥肉烂了。好像是金宝在养殖场里传出来的。我的蛙，我的蛙，我的蛙，我的蛙！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孙金宝养蛙养得好吗？
怎么全死了？当初你信誓旦旦承诺能交货，订单我都签下来，你就给我这些死蛙，你让我怎么跟客户交代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我走的时候蛙还好好的，你赔我的损失，我也不想啊！我也是受害者，受害你妈！赔钱！孙金宝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3天之内把3倍违约金打过来，不然老子把你的养殖场拆了！各位老板，我的蛙都死了，我哪有钱赔啊？养蛙需要耐心和技术，你一样都没有。今天这个下场是必然的。那也轮不到你在这说风凉话，你的蛙又能好到哪去？你有蛙，让我看看。他的蛙更不行，品质太次，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刘洋，你打开大棚，让我们看看你的蛙呗。就是，让我们看看你这一年养出啥名头了。行，那就让大家看看。我就不信他刘洋能养出什么名字。好大的蛙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就站这看吧，大棚不能随便进。上等品，这个头得有3两以上，那肚子圆润饱满，早知道就该和刘老板签合同。凭什么我的蛙死了，他的蛙长这么好？姐夫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姐夫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你把你的蛙卖给我，我就不用赔3倍违约金，你也能得到钱，咱们双赢啊！哦，你想出多少钱？40万。你还真是好算计，我这些蛙光成本就40万了，你还想白嫖我的劳动力吗？做梦！再给你加10万。姐夫，我们可是亲戚，你还能赚我钱吗？确实不能赚你的钱，所以我的蛙不卖给你。既然你搞不定刘总，就滚开，别耽误我们谈生意。刘老板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收购你的蛙，300块钱一只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300一只，你当初孙金宝的收购价还高。那孙金宝不是说刘洋不会养蛙吗？怎么他的蛙都死了，刘洋的膘肥体壮？我看之前他能赚钱，都是人刘洋的功劳。凭什么？刘洋那个废物怎么可能养出这么好的蛙？蛙，我不卖。为什么呀？难道你介意我们之前和孙金宝合作？我们都被他给骗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对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，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技术员是985大学生，养的蛙绝对比上一批还要好。结果蛙养的跟癞蛤蟆似的，满身烂疮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他合作了，不仅要跟他断绝合作，我还要告诉同行，全行业拉黑他。刘老板，你看这样能把蛙卖给我们了吗？不要！李总、王总，这次真是意外啊！求求你们别拉黑我！求求你们别拉黑我！你不仅能力不行，你人品和眼光都不行。刘老板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你都能赶走，活该你的蛙都死了。哎呀，之前真是看走眼了，还是杨子有出息啊！看那些大老板在刘洋面前跟孙子一样。要我说，之前孙金宝真的是靠杨子才能赚到钱，要不能杨子一走，孙金宝就赔钱了。听说杨子给他干了2年，就给人1000块钱，呸！白眼狼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刘老板，我是诚心要买你的蛙，你说多少钱肯卖给我？不是钱的事儿，你们的实力不够和我做生意。刘洋，叫你一声老板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拿叫上了是吧？真是不知所谓，我们可是邻省最大的2级收购商，我们实力不够，难道你还想直接卖给1级合作商吗？别给脸不要脸，也不打听打听。方圆500里，凡是卖林蛙都得经过我们几个同意。今天你这蛙要么卖给我们，要么一只也别想卖出去。我就说你这蠢笨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。就算你养蛙养得好又如何？能卖出去才算本事。现在好了，得罪钱总李总，
你这些蛙就等着烂大棚里吧。华泰集团的张总，全省最大的林蛙收购商华泰集团的老板，他怎么来了？张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啊？刘老板，我来收蛙了。张总，您怎么亲自收蛙了？刘老板养的蛙品质好，值得我走一趟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要跟我抢？没有，我们哪敢跟您抢生意啊？就是，谁不知道华泰集团的张总是咱们邻省收购行业的老大，我们给您提鞋都不配，哪敢抢您的生意？张总，您忙，我们这就走，绝不耽误您的事儿。3天内把赔偿金打过来，不然老子切了你的腿！张总，请。丑话说在前面，我的标准很高，如果不像你承诺的那么好，我一只也不会要。好蛙！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么大的蛙我见都没见过。个头大，油脂足，品相一流。我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品质。你看看人家杨子养的蛙，个个膘肥体壮，这才是真本事。是啊，再看看对面肥金宝那些蛙，又小又瘦，还满身烂疮，白送我都不要。这么好的蛙，为什么不是我的？刘老板，你这批蛙按市场最高价，我全要了。这是320万，以后你的蛙我按市场最高价全包了。张志斌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老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，张志斌，看看你养的蛙！这怎么会这样？昨天晚上还好好的。好你妈！你说你是大学生，你说你懂技术，结果呢，全死了，全他妈死了！我不管，600多万赔偿款你出。你说啥？让我赔？我赔！我一共才挣了多少？你让我赔上百万？我可去你的吧！你大不了老子不干了，这月工钱我也不要了。拜拜了您嘞！来，咱们一起走一个，这杯酒庆祝咱家赚钱了。杨子，这些日子你辛苦了。爸妈，小梦，要是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撑不到现在。以后我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别人的冷眼。好，我儿子出息了，以后咱们在村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好样的，真给咱们老刘家长脸。来，吃菜，以后咱家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吃菜，杨子，你多吃点，这段时间累坏了。谁啊？金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我来找姐夫。姐夫，之前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都怪张志斌那个小人，我被他蒙蔽了双眼。这样，姐夫，你还回来跟我干，我给你涨工资，1个月3000。5000？金宝，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我自己干，出一批货净赚200多万，凭什么去你那赚5000？凭你不要脸吗？我们都是亲戚，你非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对，我之前就是太不计较，所以傻乎乎给你干了2年，以后你别想从我这讨到半分便宜。金宝，之前你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现在说2句好话就想让他回去，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行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就不信离了你我还养不好蛙了。
咱们走着瞧，以后早晚有你们求我的时候。对不起，金宝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不用替他道歉。小梦，我们没怪你。好了，别为不值得的人伤心了。饭都要凉了，坐下吃饭吧。这些钱我是这么打算的，先把借的钱还了，剩下的钱我想扩大规模，把产量提上去。行，杨子，你心里有成算就行。对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的金镯子啊，我的大金表啊！听说孙金宝赔了600多万，这不卖车卖金子凑钱呢？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！我的大金镯子啊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给我回去！这不刘洋吗？刘洋，这是你新买的车？哎呀妈呀，杨子妈，你这大金镯子可真大呀，不少钱吧？儿啊，太浪费钱了，还是退了吧。喜欢就带着，我赚钱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的。杨子真懂事，看人这话说的。我在手机上看见过你这包，是什么驴威的，一个要好4、5万。大金表，3折叠，这也太气派了，都是杨子给买的吧？哎呀，我说别花这钱，啥手机都是用。杨子不听，这败家孩子。这年头，有几个年轻人舍得给父母花这么多钱？还是杨子孝顺。可不嘛，这要是我儿子，我得高兴死。哎，杨子，你赚那么多钱，怎么不买辆好车，就买个面包？去了本钱也没赚太多，面包车就挺好，实用。以后自己买饲料、拉挖苗都方便。还是刘洋务实，不像有些人，这2个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当时我就说长远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啊！刘叔、刘婶儿，你们以后可享福了。呸！不就是挣几个钱吗？嘚瑟什么？一个女婿半个儿，金宝欠了这么多钱，他这个做姐夫的总得表示一下。姐夫，这是20年茅台，尝尝。爸妈，你们叫我和小梦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刘洋啊，你这次卖蛙挣了不少吧？来了。去了本钱和还债的也不剩多少。跟我们还藏着掖着，没挣钱你又买金镯子又买3折叠的。刘洋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金宝还差200万赔偿金，你先把钱借给金宝，等他之后赚钱了再还给你。妈，当初金宝和阿阳借钱开养殖场，说挣钱5分，结果赚钱就把阿阳踢出来，还处处看不起阿阳。现在怎么有脸朝阿阳借钱呢？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！金宝可是你弟弟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还不上钱被打断腿？我手里没钱。不可能！亲眼看见你赚了300多万，去了成本和你花的，手里至少还有200万。这钱我要留着扩大养殖规模，合同都签了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想帮忙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这些长辈商量，
这么多钱，万一你赔了，不是打水漂了？还不如把钱借给金宝，等他挣了再还你。借给他才是打水漂。你诅咒谁呢？这次是意外，金宝这么优秀，之后肯定会赚钱。倒是你，这次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是啊，姐夫，创业风险大。这样，你把钱借给我，以后还跟着我干。这次我肯定说话算数，利润平分。不用了，现在这样挺好。以后你赚钱我不羡慕，赔钱也跟我无关。你，他是你小舅子，怎么就无关了？这钱你要不借，我就让小梦跟你离婚。我绝不离婚。我秀女，我不让你这么多年了。孙小梦，你翅膀硬了，为了个男人，连我和你妈的话都不听了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那去刘洋把钱拿出来，不然你就别说我这个妈。爸妈，阿阳不欠咱们孙家的。这顿饭看来是吃不下了，我们走吧。滚，都滚！刘洋、孙小梦，以后老子有钱了，你们别想借一分。因为和华泰合作，我的养殖场很快打出了名气。没过几天，一个更大的客户找上了门，省城来的王总还要跟我签一份超级大单。乖乖，镇长亲自迎接，这是多大的老板啊！上次那个华泰集团的张总来也没这排场啊！你懂什么？华泰只是咱们邻省有点名气，但这个王总听说做的是跨国贸易，华泰张总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的。王总，欢迎欢迎。5万只雌蛙，货款1000万，交货期4个月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的标准很高，每只重量不低于4两，油脂含量不低于95%，少1只，合同作废。你需要支付3000万违约金，你敢签吗？3000万的违约金，少1只都不行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我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算了，又是个没胆色的，我再去找找别家。我接了，哈哈，刘总有魄力。为了按时交货，我包下了旁边的2个大棚，把养殖规模扩大了3倍。我还引进了最新的净水系统，把水质提升到了饮用水标准。为了提升变态期的存活率，我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整饲料配比，把存活率提到了90%以上。设备到位了，我还需要人手。与此同时，孙金宝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孤注一掷，借了高利贷购买一批蛙苗，想尽办法和我抢这单生意。借300万，4个月后还600万，还不上我就把你拆了卖钱。只要我抢了刘洋的1000万合同，我就能翻身。你在我门口干什么呢？谁在你门口了？这大马路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我随便溜达你管得着吗？我就是问问，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同样天数，同一批蛙苗，为什么刘洋的蛙长得那么好，我的这么瘦？是不是你偷懒？我没偷懒，人家刘洋为了的自己秘制饲料，咱们厂子用的就是市面上的普通饲料，怎么和人家比啊？秘制饲料。
这批蛙到了长油的关键期，得多加营区粉，蛋白质跟上了，油才能厚。最近换季，早晚温差大，蛙容易生病，得加点中草药，增强抗病能力。这个配比正好，中草药的味道不重，蛙不会拒食。老板，饲料吃没了，我来拌料。进去吧。该死的流氓，有秘制饲料不早说，跟我还藏一手。等我偷到配方，养肥了我的蛙，你的千万订单就是我的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姐夫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你别总把我往坏了想，咱们进去说吧。就在这儿说吧，养殖场种地，外人不能进。姐夫，我借了高利贷，利息一天比一天高，这批蛙要是卖不上价钱，我就死定了。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就知道你这人最讲义气，不能不管我。啊，姐夫，听说你手里有秘制饲料，养出来的蛙又大又肥，你能不能把配方给我？我出钱买。配方是我花2年时间几百次试验研究出来的，已经申请了专利，不卖。你要是为了这事儿来的，现在可以走。哎，姐夫，我不要配方，我买你的饲料，行不行？你卖给我成品，我自己喂。孙金宝，你之前是怎么对我的？你忘了？我可没忘。饲料我不会卖给你，你回去吧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订单一定是我孙金宝的。等等。怎么，想通了？把东西拿走。刘洋，给我等着！秘制饲料，我一定要拿到手。你不给，我自有办法。不给我，我就偷。刘洋，我等着，我不会放弃的。红烧肉、大肘子，天天2荤2素。刘老板这伙食是我打工10几年来吃过最好的。不止吃得好，工资也是最高的。别的地方1个月最多3000，咱们这儿不算五险基金，到手6000，咱们可得好好干。可不，上个月我妈摔倒住院，老板二话不说，提前预支我3个月薪水，不然我连住院费都交不起。咱们老板是这个。贾哥，你脑子真好使，那么多原料和比例你都能记住，怪不得老板把配料工作交给你。我要是没点实力，他能给我开1万。你真知道刘洋的饲料配比？你到底要说啥？我还要回去睡觉呢。好事儿，贾老弟，你真知道刘洋厂里的饲料配方？你这话说的，他养殖场的饲料都是我配的，你说我知不知道？太好了，贾老弟，废话不多说，刘洋给你开1万是吧？
我一个月给你开3万，你来我这儿吧，什么都不用你干，你给我配料就行。 3万？你让我考虑考虑。怎么还掉了？贾成实，这2天喂过料吗？喂了，喂了。那饲料桶为什么是干的？哦，那可能是忘了。哦，那可能是忘了。忘了。老板，我这几天太累了，又是配料，又是喂料，又是测水温，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忘1、2次不是很正常吗？反正这些小畜生饿2天又死不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什么态度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老板，我来咱厂子也有一阵子了，配料、喂料、测水温、记数据，这些活全是我一个人干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咱这蛙能养得这么好，我贾成实功不可没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对面孙老板说了，他愿意月薪3万挖我过去。3万是你给我的3倍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要么你给我涨工资，3万1分不能少，要么我立马走人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给你的工资已经是行业最高的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所有的技术都是我教给你的，而且以现在的工作价值值不了3万。孙金宝给你那么多，肯定另有所图，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贾哥，收拾行李干什么？不干了？刘洋，你不过有了狗屎运当了老板，凭什么高高在上看不起我？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我要去对面孙老板的养殖场干了。为什么？刘老板这工资挺高的，还给交5险1金，别的地方工资就2、3千，还不给交保险。对呀，都是刘老板把我们捞起来的。这儿的伙食也好，顿顿有肉，不忙的时候休息他也不说啥，很有良心了。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！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良心？他有什么良心？你们知道这批蛙能挣多少钱吗？1000万！1000万啊，兄弟们！这1000万是谁给他挣的？是咱们起早贪黑、累死累活给他干出来的。结果呢，他自己买3折叠手机一部好几万，给他爸妈买大金镯子一个2万多，给他媳妇买名牌包一个4、5万。贾哥说的对，凭啥他吃肉，咱们连汤都喝不着？就是，人家对面孙老板那才是真良心，知道我有技术，一个月给我开3万，3万。再看看咱们，一个月才8000，还不够他买个包。3万，我的天！贾哥，你这是要发呀？那是，我有技术，你们跟我比不了。但是你们可以团结起来，让他涨工资啊！这批蛙下个月就要交货了，千万订单。现在正是关键期，你们要是集体辞职，他一个人看得过来3个大棚5万只蛙。对呀，他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，到时候他不得跪着求咱们回来？就是，你们去找他，不涨工资就集体辞职。他为了按时交货，肯定得服软。到时候你们想开什么价就开什么价，一个月要多少钱，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走，找老板去，不涨工资我们就集体辞职。对，他现在接了大单子，肯定比咱们急。走，现在就去。你们也想涨工资？没错，不涨工资我们就集体辞职。对，不涨我们就走。你们要涨多少？15000。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刘洋，兄弟们起早贪黑给你伺候这些蛙，你啥都不用干，保守一卖就赚1000万。你给兄弟们一个月15000不多吧？兄弟们，你说是不是？
就是涨工资。你们真觉得是自己的功劳？何况我给你们的工资已经是行业最高的，其他家才4。王总的千万订单下个月可就要交货了，不涨工资我们都走，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看得过来3个大棚。对，不涨工资我们就走，要是把我们逼走了，这订单可就砸了。好，你们被辞退了。老板，你可想好了，那可是1000万订单，你就为了省这几千块钱工资，把1000万订单搭进去？那是我的事儿。现在，请你们离开我的养殖场。兄弟们，人家不把咱们当人，咱们还留这儿干什么？反正到时候交不出货，赔钱的不是咱们。刘洋，你别后悔，到时候你跪着求我们回来，我们都不回来。你说啥？杨子那养殖场要赔了？他为了省点工钱，把我们都给辞了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他那些蛙一口料都没喂上，用不了2天全得饿死。他可是签了合同，下个月交不出5万只蛙，就得赔人家3000万。3000万，那得多少钱？之前挣的钱都不够赔的。要我说，杨子就是飘了，镇上那些养蛙大户都不敢接的单子，他一个刚起步的敢接，这下好了，把自己作死了。老头子，杨子不会真出事儿了吧？快去看看。还有1个大棚的蛙没喂。阿阳，我们来帮你了。妈，小梦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你这孩子遇到事儿了就自己硬撑着，这么大个养殖场，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哎呦，姐夫，听说你不给员工涨工资，员工都跑了，扔下好几万只林蛙没人管。再过半个月，王老板来销货，交不上可不得赔惨了。孙金宝，又是你在背后捣鬼！阿阳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非要针对他？他有钱不借我，害我借高利贷，明知道我需要秘制饲料，却不卖给我，我凭什么不能恨他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升米恩，斗米仇，这种人对他1000次好都没用。少在这假仁假义！当初好说好商量跟你买饲料，你不卖，现在我不买了，你的饲料配方贾老弟全记住了。现在他来了我这儿，不出1周，我的林蛙体重能超过你，到时候王总的1000万订单就是我的了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我这匹千里马终于找到孙总这个伯乐了。等我帮孙老板抢走你的订单，你就知道自己多么鼠目寸光。卧龙配凤雏，绝配，就嘴硬吧。贾老弟，走。杨子，万一配方……别担心，他们抢不走。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不好，总是把垃圾当成宝。贾香师，你不是说你知道刘洋的饲料配方吗？这都快1周了，为什么蛙越喂越瘦？这不可能啊！我都是按配方配的。那为什么不涨分量？你他妈到底有没有刘洋的配方？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少了一味原料。什么原料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个原料是刘洋自己配的，他从来不让人看，都是磨成粉交给我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他妈敢说自己有配方？老子给你1个月3万，为了就是这个秘方，你不知道还敢接这个活？老板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能研究出来。他配料的时候我偷偷看过，原料我都知道，就是配比需要琢磨一下。 5天研究不出来，你给我滚蛋！
阿阳，有人找你。老板你好，我是省城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。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蛙用特效饲料，能让蛙快速增重，3天长肉10克，效果特别明显。谢谢，有需要我会联系你。好，这是我名片。怎么扔了？咱们不是也要用到成品饲料吗？听他介绍，这款饲料长肉率更高啊。里面添加大量激素，短时间内会让林蛙体重激增，但容易让母蛙变公蛙，还会畸形，绝对不能用。变公蛙，林蛙只有母蛙值钱，这么坑人的东西会有人买吗？总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，铤而走险。明天就是第5天了，怎么办？有人在吗，老板？我进来喽。老板，我看你厂里的林蛙有点瘦啊。你谁呀？养殖场不让随便进，出去！老板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蛙用特效饲料，3天长肉10克，你试试。3天长肉10克？对，我要退款。8.7克，比昨天涨了2克，这饲料果然有用，买了，我全买了。老板，刘洋的秘方我研究出来了。老板，这才3天，足足长了13克。3天13克，离王总上班还有15天，照这个速度，绝对能把刘洋比下去。好啊，贾老弟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整个养殖场都换成你秘制的饲料，拿下王总的千万订单，我给你记头功。老板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王总的千万订单一定是您的。这才过去5天，个头马上就要超过刘洋了。贾老弟，你是我的功臣啊！等赚了钱，我给你利润的1成。老板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可以赚得更多。你说，咱们现在只有2万只蛙，人家王老板要的是5万只，要是能凑够5万只，得多挣几百万呢。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都怪刘洋。要是刘洋肯借我钱，我肯定能多买一些林蛙苗。老板，现在也不晚，林蛙越大越值钱，咱们可以买一些次品林蛙回来，喂几天我的秘制饲料，不出10天，保证跟现在的一样大。贾老弟，你真是人才，我这就去借钱买蛙。金宝，这是咱家唯一的房子，不能抵出去啊！妈，你等着，等我赚了钱给你买别墅。这批蛙已经恢复过来了，体重比饿之前还多了5克，不会影响王总合同。那就好。小梦，我还想再扩建2个池子，让蛙的生长空间更大，品质还能再提1成。又要投钱？王总的标准高，咱们得做到最好。那就扩，钱不够了，继续想办法。我不懂这些，但我相信你，你想怎么干就放手干。都歇一会儿吧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干。来了，妈。
二叔，有空再过来啊，这些你拿回去吃。这么大的林蛙值不少钱，你快拿回去。孙老板，你这批林蛙都快出栏了，现在买回这些次品干什么？你们信不信，我能变废为宝，点石成金？哟，姐夫，你这林蛙也不大呀，送人得送好的。诚实，你去我厂里抓几只大的来，让大伙开开眼。哎，姐夫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秘方被诚实破解了。看见这些次等品没有？吃了秘制饲料，一天能长4克。不可能，贾诚实的本事我清楚，除非这饲料里加了别的东西。你懂吗？我这是技术升级，比你的效果好。你就是看我研究出更好的饲料，嫉妒我，所以污蔑我。刘洋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饲料的效果我亲眼所见，你看看，这才喂了10天就追上你的林蛙了，你的本事也就这样了。刘洋，如果你当初给我涨工资，你的蛙现在至少比现在大1倍。王总的千万订单也不会丢，可惜你有眼不识珠，这一切我都要给孙老板，我要让你后悔当初的决定。这个蛙不对劲，这批蛙肯定会出问题。我看你才有问题，你就是怕孙老板的蛙比你的好。我知道让你承认自己看走眼很难，不过没关系，等王总把千万订单交给孙老板的时候，你就该跪着承认了。姐夫，做生意靠的不是谁干活干得好，而是看谁的眼光准，知人善用。这方面你差远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鬼啊！二叔，这桶蛙有问题，不能吃。看着挺好的呀。怪我！刘老板，4个月到了，我来收货。王总，请。王总，等等！你是？我是对面养殖场的孙金宝。王总，您听我说，刘洋的蛙有问题，他的工人全都跑了，蛙饿了好多天，根本交不出货。可不是嘛，刘洋的工人都跑光了，听说蛙都饿死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他苛待工人，把人逼走了，没人给他干活了。王总，我之前在刘洋那儿干过，我走的时候，他的蛙就又瘦又小，眼看就要死了。刘老板，达不到标准的蛙，我可不要。按照合同，你得赔付我3000万的违约金。王总，我的蛙没问题，您亲自看看就知道了。你就别浪费王总时间了。王总，他那蛙1个月没人照顾了，就算没饿死，也肯定达不到您的标准。要不您先看看我的蛙，又大又肥，而且价格比刘洋低3成。这刘老板，你看做生意就是要货比三家，我理解。您先去他那边看看，等您看完了再决定也不迟。走吧，您请。王总，我这蛙怎么样？好蛙，个头真不小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林蛙，肯定比刘洋的好。孙老板，你这蛙是怎么养的？不会为了添单吧？还得感谢我贾兄弟的秘制饲料，我这蛙才长得这么好。都是孙老板慧眼识珠，当初刘洋抠门，不给我涨工资，还看不起我，是孙老板重金聘请我。我当时就发誓，一定要把孙老板的蛙养好，比刘洋的还好。王总，这些蛙不对劲儿，你还是离远点吧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看这些蛙挺好的。刘洋，你少在这放屁，你就是眼红。眼红也没用，我们的蛙就是比你的好。王总，别理他，我们去里面瞧瞧，里面的更大。我劝你们别离这些蛙太近，少在这装神弄鬼吓唬人。林蛙有什么可怕的？还能咬人不成？啊！怎么回事？意外，说明这蛙有活力。见，这是什么？怪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去！哎呦我的妈呀！3条腿的林蛙跟疯了一样往人身上扑，吓死我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整个大棚林蛙全变异死了。孙金宝这是冲着啥了？怎么会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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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这些蛙吃了超标剂量的激素饲料，导致基因突变。孙金宝，你竟敢把吃了激素的林蛙卖给我！我没有喂激素，我的饲料配方跟刘洋的一模一样，他的都没事儿，我的怎么会出问题呢？这里添加了康泰生物科技的特效饲料，里面加了大量激素。那个推销员也来过我这儿，
我当场就拒了，因为我知道，这种饲料虽然能让蛙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重，但代价是燃烧它们的寿命，畸形暴毙都是迟早的事儿。贾成师，你不是说你用的是刘洋的配方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说5天之内研究不出配方就把我赶走，我没办法，只好买了那个特效饲料冒充。你冒充？你拿激素冒充？你知不知道我损失了多少钱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饶了你，我要报警，害我损失几百万，我要让你坐牢。不，我不能坐牢。哎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放开我，刘老板，救我！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我给你开高工资不是因为你多有本事，而是我对员工从不亏待。可你呢，把这份善待当成自己的资本，背刺我。我没有落井下石，已经算我善良。你们俩一个坏，一个蠢，今天这个下场全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王总，去我那儿看看吧。走，这破地方我一分都不想多待，晦气。快叫救护车！孙金宝这下彻底栽喽，都是报应。当初要不是他把刘洋赶跑了，能有今天？这么大的蛙，按照合同的要求，每一只在4两以上，油脂含量不低于95%。王总，您可以验收了。刘老板，你这些蛙长这么大，不会也为了那种激素饲料吧？绝对没有。王总如果不放心，可以随便检测，只要有1只蛙有问题，我当场赔付3000万违约金。王总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这些蛙没有任何激素残留，各项指标都合格，油脂含量97%，品质极佳，是咱们公司收到过质量最好的磷蛙。刘老板，你这手养蛙的本事，我服了。我立刻让财务把1000万货款打到你账户上。另外，我想跟你签下1期的合同，没有违约金条款，我信你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呀，咱们真的赚了1000万，跟做梦一样。哎，你掐我干啥？疼了，说明不是做梦，咱们家杨子真赚了1000万。爸妈，小梦，这不是梦，咱们家现在真的有钱了。我琢磨着把咱家的老房子翻修一下，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也该好好享享福了。好，我儿子有出息了。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太漂亮了！我刘建国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，爸这是借着你的光了。咱家以前的破房子，下雨天到处漏雨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样的房子。苦日子都过去了，以后你和我爸安心享福就行了。爸妈，小梦，走进去看看。爸妈，小梦，走进去看看。这房子真气派，得花不少钱吧？上下2层，少说也得180万，再加上装修，最少也得200万。老刘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以前老刘家是咱们村最破的，房子都快塌了。现在谁也比不上人家风光，还得是养个好儿子，不然老了连个窝都没有了。孙金宝这次又赔得血本无归，还欠了好多高利贷，听说还不上房子和地都被收走了。我的房子啊！没钱还债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。滚！刘洋，我这么惨，
你凭什么过得越来越好？老子跟你说话呢，还差100万，给你3天时间，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滚！我不会就这么这辈子留洋，我等着。刘总，久仰，我是康泰生物科技的老板赵丽娜。我们公司是做饲料的，听说你研制出了一款林蛙饲料配方，效果非常好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谈合作。哦，你想怎么合作？20万，我买下你的配方，条件是配方不能再卖给第2个人，你也不允许自己制作售卖，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。毕竟你要是自己大量生产、低价售卖，我们的货就卖不出去了，你能理解吧？理解。20万就打了，果然是见识短浅的乡巴佬，根本意识不到这份配方的真正价值。不过也好，便宜我了。既然没意见，那咱们就把合同签了吧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你了？你耍我？是赵总先跟我开玩笑的。我这配方的价值我心里有数，之前有人出过500万我都没卖，你拿20万来是把我当叫花子打发呢。你拿20万来是把我当叫花子打发呢。生意嘛，坐地起价，就地还钱。你觉得100万少，可以谈。刘总，你说个数。不是钱的事儿。之前那款加了激素的特效饲料就是你们生产的，我的配方就算要卖，也要卖给有良心的企业。你们这样的黑心厂家免谈。刘洋，你别跟识抬举，我叫你一声刘总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赵总，门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我赵丽娜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个赵丽娜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用担心。对了，新一批林蛙苗明天就到了，但是招的这批工人车票出了点问题，还得再等3、4天才能到。这几天还得辛苦你和爸妈了。一家人说这些干啥？你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我爸妈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消息。阿阳，虽然金宝混账了些，但阿阳，虽然金宝混账了些，不值得你帮忙，可我爸妈年纪大了，如果他们只要他们不吸我的血去帮衬孙金宝，我可以给他们养老，毕竟是你爸妈，总不能不管吧。阿阳，你真好。你们这是犯法的！刀疤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好说话，你也配？3天时间到了，钱呢？钱，求你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肯定能还上。我呸！你这话说了800遍了，还不上钱，按规矩砍断你的手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不要！我能砍我儿子手啊！他没被娶媳妇啊！高抬贵手啊！我们就这一个儿子。少废话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等一下，谁敢坏我的事儿？你就是刘洋的小舅子孙金宝，我们做笔交易，你把刘洋的秘制饲料配方给我弄到手，你的债我帮你还。老郑，你真的能帮我还债？3天之内我要见到配方。没问题。 3天后来找我拿钱。你谁呀？上来就一顿叭叭叭，还3天，我同意了吗？
赵坤，你的人有点不懂事。是，坤哥，赵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说3天就3天，算你小子走运。这帮天打雷劈干那玩意儿，你们不得好死呀！闭嘴吧！赶紧想想怎么在3天内把配方要到手，不然死的就是我了。还想什么？配方不在刘洋手里吗？直接让他交出来。就是直接让他拿出来，我可是他妈。可得了吧！之前朝他借钱，他拿出1分钱了吗？他呀，根本就没把咱们当一家人。刘洋、孙小梦，你们给我滚出来！爸妈，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我现在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房子也被收走了，都比脸都干净。姐，以后爸妈就交给你们养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要把爸妈扔给我们，你以后都不管了？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不是不管，我是没钱管。要不你帮我把高利贷还了，把房子赎回来，我二话不说带着爸妈就走，绝对不麻烦你们，怎么样？你想用这种方法逼我给你还债，那你打错主意了。不拿钱，以后我爸妈跟着你们过，你总不能看着他们跟着我饿死吧？女婿，闺女，金宝是指望不上了，妈不求别的，只求给我和你爸一口吃的，一个住的地方就行。女婿啊，我们不白吃饭，我和你妈还能干活，喂蛙、打扫卫生，我们都能干。求你别把我们赶出去。再怎么说也是岳父岳母，总不能不管吧？孙金宝是不着调了点，但总不能看着老人饿死吧？杨子现在有钱了，养2个老人也不费什么事儿。哎呀，爸妈，瞧你们这话说的，那用得着你们干活啊？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我养你们是应该的。成了，只要爸妈留在养殖场，肯定能偷到配方。我就知道阿阳是个孝顺的，不会不管我们。小梦，你回去问问村长，谁家有房子出租，给爸妈租个房子，再买点肉菜什么的，让爸妈安心回村住着，吃住我全包了。回村不行。不想住村里，那在镇上租个房子也行。不租房子，不给你添麻烦，我们就在养殖场里睡，哪儿都能睡，我们还能帮你干活，不能白吃饭。是啊，我听说你们这小工都走了，正好缺人手。我和你爸身体还行，能帮你干点活。爸妈就交给你了。金宝，跑那么快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我还正愁工人没到位，这几天活干不过来呢，爸妈就来了。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打什么鬼主意。闺女，妈听说刘洋自己研究的那个秘方，林娃吃了长得老快了，还有大老板花大价钱要买下来。不过阿阳没卖。那你知道配方吗？当然。不知道啊，配料都是阿阳一个人干的，我也没问过。你这傻闺女，这么值钱的东西，人家不告诉你，你也不问，这是防着你呢。妈，你别乱说，阿阳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个配方很复杂，还要根据林蛙的状态调整，我弄不明白。那就是糊弄你的借口。你个饲料能有多复杂？不行，我去看看这饲料到底有啥。哎，妈，你别去。你就放心吧，你妈年轻的时候养猪是一把好手，饲料里有什么，她打眼一看就知道。自己家还上锁，这是防谁呀？防我们呐！之前小工为了偷配方，总偷看，还进来乱翻，阿阳就锁上了，除了他自己谁都进不去。你们别多想，是防小偷，不是防你们。咱们走吧，阿阳不喜欢靠近这间屋子。
亲家，你那都扫了半个小时了，地都要让你扫秃噜皮了。啊？啊！不对劲儿。杨子，你老丈人他们不太对劲儿，我观察他们一天了，总在配料房门口转悠，还趴在窗户上往里看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嫉妒你赚钱，要给饲料里下毒？下毒不至于，不过他们可能在打我秘方的主意。啥？偷秘方？这俩不要脸的东西，我这就把他们赶走。爸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没证据，他们要是倒打一耙，说我们容不下老人，赶他们走，对我们名声不好。那怎么办？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？放心，我有办法让他们露出马脚。对了，你先别和小梦说，我怕她瞎想。放心吧，毕竟是人家爸妈，没有证据我能乱说吗？哎呀，娘子回来了，这个大棚马上就收拾完了。爸妈，别干了，去歇一会儿吧。没事儿，妈不累。你这是要拌料？我自己配的饲料用完了，得再拌点儿。黄粉虫、蚯蚓杆、醋酸杆菌，干什么呢？烧制剂啊！干啥呀？你还能干点啥？黄粉虫，掀起后面的人呢？爸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爸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对，你一个人配料多累啊，我们帮你。太好了，我真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，就是有点脏，有点累。我们不怕，累点怕什么？只要配方到手，金宝的手就能保住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不怕累。有啥活交给我们俩就行，你就配料就行。秘制饲料我已经配完了。配完了？对啊，秘制饲料需要和普通饲料按比例混合。我正愁一个人搅拌不过来呢，你们帮我把它和那一堆料拌匀就行。这么多都要拌匀？没错，为了让它们混合均匀，必须把所有的料都翻一遍，不能偷懒。辛苦爸妈了，加油！爸妈，你们辛苦了，回去睡觉吧。累死我了！这刘洋真把咱们当驴使唤了，好几千斤料啊！我这老胳膊老腰都要断了。对了，爸妈，你们回去赶紧睡觉，明天一早还得清理挖粪呢。还得干，老头子，赶紧给金宝发消息，再这么干下去，我得死这儿。配方拿到了吗？没有，刘洋防得死死的，压根不让我和你妈靠近配料房。刘洋那个丧良心的，往死里使唤我们啊！你说我跟你爸这么大年纪了，他硬是让我俩拌了几千斤料，我这腰都快断了。弄不了配方，我胳膊也得断。
赵总那边只给3天时间，现在就剩2天了。刘洋不让我们进配料间，而且他今天刚办完料，至少3天不用再办了，根本来不及。你们想办法把他配好的料毁了，逼着他重新拌料，然后把摄像头偷偷放进配料间。之后的事儿你们就不用管了。果然是为了配方啊！既然你这么想要，我就给你一份。刘洋，我祖传的金戒指没了，可能昨晚落在配料房了。你把门打开，我进去找找。是吗？那得赶紧去找找。没有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我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哎呀，我的料啊！老头子，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没事吧？人老了，腿脚不利索，没端住盆儿。杨子，是爸没用，把水弄饲料上了。你看看这些还能用不？不行了，全是水。林蛙吃了这种料会得病的。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让你来干活，你净捣乱。这老些林蛙吃啥？也不能饿着啊！都怪爸。你说你能干点啥啊？妈，别打了，爸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再重新拌料就行了。辛苦杨子了，走吧。赵总，配方弄到手了。刘洋啊刘洋，你防得再死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我搞到手了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妈，你把身后的土给我递过来，你自己拿吧。还有以后的活也你们自己干吧，你妈我不伺候了。老头子，咱们走。爸妈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爸妈，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啊？你咋好意思说这句话的？人家丈母娘上门，哪个女婿不是好吃好喝伺候着？你倒好，把我们当驴使唤啊！妈，你这话有点不讲理了。阿阳让你们回村待着，是你们非要留下来干活，我和阿阳怎么说都不行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果然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胳膊肘就往外拐。我怎么就白眼狼了？孙金宝把你们扔我家，我和阿阳说什么了吗？你们说要干活，但实际干了多少活都是阿阳和他爸妈干的。嚯，你看看，这是嫌咱们干的少了。不怪老话说，在闺女家住3天，猪嫌狗不爱。得亏我们还有个儿子。你们咋能这么说呢？这几天确实让爸妈受累了，明天小工就到了，到时候不用你们操劳了。我有儿子，才不住你个外人家。要不是为了蜜府，反正我一天也不在这住了。行吧，既然爸妈要去找自己亲儿子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不过孙金宝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你们回去可别后悔。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金宝马上就要东山再起了。
我们老两口等着接儿子的光享福呢。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你现在不就是仗着秘方赚钱吗？很快这钱就没那么好赚了。我爸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又在闹什么？小梦，你爸妈他们是为了我的配方而来的。什么？摄像头？这屋子里怎么会有这东西？是你爸妈放进来的，他们和孙金宝一起演了一场苦肉计，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。配方拿到了吗？没有。你们想办法把他配好的料毁了，逼着他重新拌料，然后把摄像头偷偷放进配料间。之后的事儿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也是他们的孩子，这样做有想过我吗？别哭了，你还有我呢。我这次真被他们伤透了心。既然他们为了金宝什么都肯做，以后就指着他养老吧。我只尽该尽的赡养义务。阿阳，你知道他们的计划还在这配料，你是将计就计？还是老婆了解我。如果赵丽娜真按照这份配方生产，她的厂子就等着倒闭吧。告诉工厂，全力生产这款特效饲料，名字就叫速增宝。我要第一时间占领市场。赵总，别忘了申请专利，我要让刘洋手里的配方变成废纸。你倒是够狠。赵总，让财务把钱给刀疤打过去。好的，赵总。赵总，你看我现在养殖场也没了，你能不能让我跟着你干？可以，特效肥料的生产销售就交给你了。保证不辜负赵总信任。刘总，好久不见。有事儿？我们赵总是来感谢你的。我们赵总是来感谢你的。你的秘制饲料确实是好东西，日产量5吨，供不应求。你搞错了吧？我没有把配方卖给赵总。我说过，我赵丽娜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你不卖，我照样有办法。建聪，你以为防得死就没事了？我让我爸妈去你那儿演苦肉计，趁你放松警惕，再在你的配料间放了摄像头，你配的每个原料全被录下来了。你就是不识抬举。当初赵总给你20万，你不要，现在你1分都拿不到。赵总已经申请了专利，你再卖就是侵权。孙金宝，你还是人吗？帮着外人算计自家人！别跟我提一家人，我落魄的时候你们帮过我，你们不是我亲戚。不过看在这张配方让我得到赵总重视的份上，以后你买我们饲料，我给你打8折。他不值得咱们动气，况且幕后黑手也不是他。赵总为了达到目的，还真是不择手。不过，你真以为自己赢了吗？当然，我知道你不甘心。不过商场如战场，过程不重要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刘洋，你技不如人认输吧，有宝山都守不住，你就没有那发财的命。你们已经投产了？你这什么反应？你听懂我们说什么了吗？所以你们投产了吗？当然，拿到配方就连夜开工。现在库房堆满了货，马上就能变成真金白银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赵总确实手段了得，就是眼光不足。你骂谁呢？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岳父岳母走得急，我都没来得及告诉他们。那天我配的料有问题，里面添加了硝段氟令类原料，这国家刚出台的文件里明令禁止添加的。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？刘洋，你少在这吓唬人！我们都试验过了，蛙吃了没事儿，增重效果明显，配方根本没有问题，饲料没问题，但不合法。我已经举报了。赵总，不好了！市场管理局说咱们的饲料中有违禁物，把厂子给封了。厂子怎么会封？是你搞的鬼！刘洋，你又坏我好事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看谁敢欺负我老公！我是青山镇派出所的赵丽娜、孙金宝，你们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，被依法逮捕。跟我们走吧。都是你这个蠢货！我要被你害死了！疯子，差点被他掐死。这种人就该抓他。不，凭什么抓我？我就一打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阿阳，孙金宝他会坐牢吗？他不是法人，也不是主谋，拘留几天，罚点款，应该就放出来了，问题不大。我爸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来闹。那就让他们闹，闹够了，自然就消停了。刘洋、孙小梦，你们两个丧良心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举报电话是我打的，小梦不知情，有什么火冲我来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你立刻去撤销举报，把金宝弄出来。不可能！要是不把金宝弄出来，我就天天拿个喇叭在你这儿喊，你苛待岳父岳母，把你的生意全搅黄。我看谁还敢来买你的蛙？你敢这么做，我就报警。你们一家盗取商业机密，这罪名可比孙家宝现在的大多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也得进去。孙小梦，他心狠就算了，金宝可是你亲弟弟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坐牢？做错事儿就该付出代价，更何况他做这种事的时候也没把我当姐姐。白眼狼，没良心的东西！骂吧，反正从小到大，只要孙金宝出事，挨骂的人就是我，我都习惯了。再不走，我真的要报警，送你们一家进去团聚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近日，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法生产、偷税漏税被依法查处，法人赵丽娜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其余涉案员工因情节较轻，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。
阿阳，你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把这儿买下来了，以后自己生产饲料。爸，以后就是厂长负责生产。我当厂长，我哪懂这些啊？不懂我教你。设备是现成的，技术我提供，你只管盯着别出纰漏就行。妈，你可有一个非常重要任务。你妈什么都不懂啊？咱们家条件也好起来了，我和小梦准备要个孩子，以后你就负责抱孙子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我说过，一定让你们过得风风光光，现在总算实现了一小半。老头子，咱俩窝囊了半辈子，现在咱们村谁能比得上咱们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让人笑话。饲料厂也慢慢走上了正轨，有我养殖场的林蛙当活广告，产品一上市就供不应求。买下饲料厂的同时，林蛙养殖场也扩大了规模。我在村里包下一座山，把林蛙从大棚里放出来，让它们在山林里自然生长。我的金宝啊，可遭老罪了！这都瘦了，都怪该死的刘洋啊！刘洋、孙小梦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！孙金宝，老子等你等得好辛苦，你终于放出来了。刀哥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欠你的钱，赵丽娜已经帮我还上了。他偷税漏税，账被查了个底料，那笔钱被税务局追回去了，所以你还得还。那笔钱被税务局追回去了，所以你还得还。那也不是我的问题，那你找赵丽娜要。找赵丽娜，她人在监狱里，你让我进去找她，你咒我蹲巴黎子？当初说好的，她帮我还债，我帮她偷配方。少废话！钱是你借的，字是你签的，看你们这德行也拿不出钱。这俩大腰子应该能卖点钱，带走！别嘎我腰子，放开我！你是我儿子！别嘎我腰子，放开我！别嘎我腰子，放开我！妈救我！别动金宝，我女婿有钱，我让他还钱。谁不知道你女婿和你们一家断绝关系？他能替你们还钱？他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喝药死在他门口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今晚6点之前我要拿到钱。爸妈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进来坐吧。我们不进去，你俩出来。爸妈，你们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儿？多余的废话我也懒得说。孙金宝欠了200万高利贷，这钱你出。我说了，不会给他1分钱。行。乡亲们，快来看看啊！刘洋要逼死岳父岳母啦！听说刘洋不给岳父岳母钱，老两口要喝药。你要不给钱，我和你妈就喝药。妈，你们别胡闹了，快把药给我！孙小梦，你要是还认我们是爹妈，就劝刘洋把钱拿出来。妈，大家评评理啊！我姐夫花好几千万买厂子、买山，
却为了200万要逼死岳父岳母了。刘洋，你今天不拿钱，我就喝药死在你门口！我就喝药死在你门口！哎呀，老天爷，你睁眼看看吧！刘洋有钱就不认爹妈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啊！爸妈，别闹了，你们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。你们最惜命了，怎么可能会真喝药？就知道他不会轻易拿钱，幸好提前把里面换成水了。杨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你的长辈，先把人稳住，真出了人命，你麻烦就大了。你们快吐出来！别快！哎呀，我求你，救救我爸妈！爸妈，你们冷静点儿，我给钱，你们先把药扔了，赶紧去医院洗胃。不行，你先把钱给我。孙金宝，你还是人吗？百草膏是剧毒，一口就能要命，你为了钱连爹妈的死活都不顾了。那也是你的错，谁让你不早点拿钱？对，先拿钱，不然你反悔怎么办？怎么感觉有点恶心呢？行，取现金来不及，我给你转账。早同意不就好了，浪费我时间。钱，我有钱了！终于拿到钱了，快走，我晒得有点迷糊，得回去睡一觉。老婆子，不好，突发了，快送医院！爸妈，你们怎么了？有我姐在，刘洋肯定不会不管爸妈。我可以拿着这笔钱远走高飞。我们尽力了。胃里的毒物基本清干净了，不过病人年纪大了，身体底子差，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不好说。后续治疗费不低，患者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了？孙之宝呢？不知道，从出事到现在一直没见着他。是人吗？爸妈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，连医都不来了。你钱就不该给他。那200万我已经让银行追回了。医生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们都治。先生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，没法买票。不可能，里面有200万。喂，我账户里的钱呢？我200万的，是不是被你们转走了？先生，这笔钱因涉嫌纠纷已被汇款方申请撤回。刘洋，你敢耍我？孙金宝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想跑？刀哥，我没跑，我就是出来办点事儿。
动全部人手，翻遍整个青山镇，也要把他给我揪出来！刘洋，我过得这么惨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死也要拉你垫背的。刘洋，真期待明天一早，你看见满山遍野都是死蛙的表情。不许动！盯你半天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把他绑起来，交给刘老板处置。放开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孙金宝吗？老板说了，不管是谁，投毒就抓。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孙金宝给林蛙投毒，被巡逻工人抓到送治安局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来了，你快让刘洋跟治安员说，这都是家事，把我放了，不然爸妈不会原谅你的。爸妈管不了你了，他们喝了农药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医生说可能醒不过来了。你骗我！那瓶里装的是水，没毒。那瓶子里确实装的是水，可瓶壁上还沾着农药残留。俩老人岁数大了，身子骨哪扛得住折腾？他们还一直念叨，说从小到大最疼的就是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快让治安员把我放了吧！你害了爸妈，我不会再管你。姐夫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不是认错就能被原谅，能无条件包容你，被你害得昏迷不醒。现在没人惯着你，你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被告人孙金宝因犯投毒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依照相关规定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乡亲们，刘洋现在是咱们邻省的首富，可他发财不忘乡亲们，出钱出技术，带着大家一起干，成立了合作社。今天合作社正式开业，请刘总剪彩。只要大家勤劳肯干，我相信大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